哇！呢條路啲樹真係好正啊！Hello，大家好，又係我史蒂芬，歡迎收睇零次偵緝檔案。今日嚟到中山紫馬嶺公園。其實呢個公園我大概2年前左右都嚟過出過片，但應該冇乜朋友仔睇過，所以本住隨緣去到邊拍到邊。今日又再嚟多一次。紫馬嶺位於中山市中山四路南邊，佔地88.5公頃，係一個歷史好悠久嘅地方。喺明清兩朝嘅時候，呢度已經係富家子弟跑馬遊樂嘅場地。據說當時有一匹好有名嘅賽馬死咗之後葬喺度，所以之後就叫做紫馬嶺。紫馬嶺仲係香山八景之一嘅天池之河故址。呢邊經過多次改造，已經係形成一個生態公園。喺1993年10月1號開放嗰陣時，頭3日就已經接待咗超過18萬人次嘅遊客，場面熱鬧到俾人叫做芝麻公園。呢家入邊有城市公園、動物園、遊樂場，係一個休閒嘅好去處。而呢邊流傳得最多嘅都市傳說，莫過於嗰個哭泣嘅小女孩。傳聞呢度曾經有個外地嘅後生仔，夜晚誤打誤撞行咗入嚟。當時紫馬嶺冇乜燈，漆黑一片，只有微弱嘅月光照住條路。後生仔行下，突然發現前面有個細路女踎喺度喊。佢出於好奇行上前，點知一靠近，個細路女就憑空消失咗。但係淒慘嘅喊聲依然喺空氣中回盪。後生仔嚇到面都青晒，轉身就跑，但冇跑幾步，又因為棘到個石頭暈低咗。直到第2日先至俾人發現。呢件事喺網上傳開咗之後，好多人都不約而同咁話喺夜晚嘅紫馬嶺見過呢個喊完又消失嘅細路女。頭先一路顧住影前邊，冇留意到突然之間有2隻鴨喺度，跟住再轉身，竟然又有2隻喺度。佢點解會喺呢度呢？我都諗唔明。而另外一個傳得最犀利嘅就係講緊附近嘅燒烤場。燒烤場初期好多人都喺呢邊影相，但返到屋企一睇相，相入邊唔係多咗個人，就係多咗隻手，多咗隻腳，影到啲根本唔應該存在嘅嘢。久而久之，附近嘅人就話係因為入邊有個女鬼中意湊熱鬧，而燒烤場又係公園入邊人氣最旺嘅地方。而仲有好多人話，如果你夜晚行上嚟山上邊，有時候會聽到啲唔知點形容嘅怪聲。亦都曾經有人話見過有啲白色嘅身影喺樹林之間穿梭，為呢度增添咗唔少神秘嘅色彩。呢排啲天氣唔係落大雨就係出大太陽，我都成頭汗啦呢家。同埋頭先一路行過嚟，見到中山呢邊好多廢舊嘅工廈，唔知有冇朋友仔入過去探過呢？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下次見。